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针对着美国猪肉、牛肉进口问题，陈时中表示，台湾爱甲国际相接，才有甲人谈判地位。国军头摆证实，中国解放军逐天拢伫咧海峡中线西边的海面甲空隙进行巡逻任务。交通部甲警政署合作，接落来1个月内会加强交通执法，来降低车路口的意外事故。总统蔡英文日前有宣布讲，对明年开始会开放美国的猪肉甲牛肉入来。不过，美国的猪肉有300种，也引起民众疑虑。卫福部长陈时中透早伫广播节目顶头表示，台湾必须爱甲国际相接，才会当摕到甲人谈判的国际地位。正义10年，含有莱克多巴胺俗称300种的美国猪肉，甲30个月以上的美国牛肉，自明年元旦起将会当合法进口台湾，引起民众对食品安全的疑虑。对此，卫福部长陈时中拜伊就广播节目亲自说明，针对外界周期，卫福部到底有偌济决策权，陈时中无正面的回答。你被告知还是被讨论？我想这个里面有差距的。那这个问题恐怕要问总统吧？对，他会找我们谈一下这些事情。哦，这件事情是总统召集你们谈的。那或者我们院长也会来谈这个事情。另外，美牛公牛症的风险，陈时中表示，时间已经过遐尔久啊，今嘛风险搁较低。也有外界也好奇，开放美猪美牛进口台湾到底换着什么？陈时中表示，健康是袂当交换，也毋过台湾需要甲国际连接，互台湾伫国际上有一个地位。这是以前在议定书里面就已经答应的事情。若一个国家的履约的能力都没有办法被国际认同的，其实我们是寸步难行了因为有部分县市首长已经表态坚持300种零检测标准，未来可能出现中央电风无共调的情况。但市长表示，食安政策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政府应该会认同，袂当由台湾的后脚。近来会选定在发给传统市场顶示范区，要求所有散装的甲包装食品需要标示产地，后民众有选择权。选定一些地方做一些示范。然后也吸取大家的经验，让民众了解说，这样子标示大家够不够？这样看得了解吗？是不是能够避开，能够尊重大家的选择权？但市长强调，过去美猪已经做过用分量评估，今嘛是要评估美猪的莱克多巴胺用分量，目前美猪进口量才唔国内市场1成，伫北内也会当进口，也唔过无人买，所以无进口。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要进口美国猪肉、牛肉的问题，伫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大多数拢是表态要加重驻地条例处罚。亲像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强调讲，这是就事论事。台北市长郭文德也批评中央无事先甲地方参详。不过，台南市长黄伟哲却是挺中央政府，认为国际形势已经有变动啊。8月31日，国小开学的第一天，新北市长侯友宜利用中昼的时间去顶埔国小视察防疫，同时嘛要看因的中昼顿。各烦恼明年政府开放有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了，恐惊影响这些囡仔的健康。我要请问总统院长们，你有把握把来源管控好吗？侯友宜当市长只做了一件事，我要就事论事。最近因为美国猪肉甲美国牛肉的问题，甲中央互相请声侯友宜，互外界认为已经互蔡政府看作是敌人。台北市长郭文泰嘛批评中央的政策有矛盾。这件事情实在是太突然了，就是说，事实上中央政府事先没有跟大家商量嘛，然后明年1月要实施。我觉得这样的，这个实在是有点怕把你知道吗？目前台北市的食品安全驻地条例规定300种零检出，未来敢是会增加处罚的条款。郭文泰无正面回应，颠倒是国民党执政的婚姻关甲嘉义市拢准备要动发。一旦被抽查到以后呢，我们就会严加这个罚则了哈。那重者呢最少罚6万甚至高到2亿元呢。我们的法条里面再来做增订我们一定积极马上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严厉这个法则来加重。民进党执政的台南市是头先用国产猪肉甲国产牛肉的标志，互点加力打，对中央的开放政策，互外界质疑。市长黄伟哲是小挺中央，认为国际形势已经有咧变动。当初对生产者是没有100亿的这个产业发展基金的，也没有生产履历的制度。
所以当初跟现在是不同。黄伟哲嘛认同开放美国猪肉甲美国牛肉，毋是专业问题，是政治问题的讲法。伊阁指出，早伫中央宣布进前，有甲地方讲，未感觉伤过猖狂。记者综合报道。开放美国猪肉牛肉政策伫宣布了后的第3天，是描述接甲去年委托生态以及着台大进行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上榜公告。负责这个研究的生态教授李俊章表示，按照国际标准，民众逐工所食的量是会当伫接受范围之内，也认为讲爱甲产地巧清楚，民众才通好选择。经过3天，卫福部食药署总算甲美猪美牛的健康风险评估报告上榜公告。去年受到食药署的委托，负责这个研究计划的生态教授李俊章表示，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TEX 建议的上大残留容许量来进口，就算讲民众全部拢是食进口牛肉、猪肉，还有因做的物件甲北来，每一个人每一天食落去的莱克多巴胺的容许量 ADI 嘛是伫咧会当接受的范围。把它所有族群做了常态分布，用95个 percent 的上限值，高暴露族群的也只有9%，所以它其实是在可以容许的一个剂量范围之内。另外，食药署嘛委托台大进行美国进口牛肉的健康风险评估，结果显示，消费者就算一世人食美国大骨的牛肉，嘛袂得到恐惧症，致病几率是1/11。啊，毋过嘛有专家烦恼讲，莱克多巴胺是乙型受体素的一种，算是交感神经的刺激剂，原本是用来治疗黑骨，提醒有高血压等等慢性病患者千万毋通食，则袂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一个民众他本身有高血压、有心脏病、有脑中风，他如果在他的饮食当中突然之间吃了大量的莱克多巴胺，就可能会心悸、会心跳变快，然后也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负责研究的学者强调讲，目前敢若会当显示做月内查某人风险较悬，啊，毋过也是无超过逐工的容许量。若是标准伤严格，可能会造成无益的障碍，啊，毋过也是建议食药署应该规定地瓜汤、油脂汤等等未食食的业者，爱食牛肉共款，清楚标示肉品的来源甲产地，互民众有权利选择讲要食，还是无爱食美国的猪肉甲牛肉。记者综合报道。Czech 访问团来到台湾，第2天透早就去参加由经济部办理的台浙经贸投资论坛。经济部长王美花伫活动开始之前，伊就表示讲，会甲 Czech 签署3份的 MOU。参访团的成员挂回应台浙国际翠暗200到会场，准备要参加由经济部所办的台浙经贸投资论坛。部长王美花伫咧会前接受访问时阵表示，会甲捷克来签3项合作的备忘录 MOU， 分别是新创社群甲机械相关的，嘛会透过台浙合作继续深化两国的关系。在捷克跟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共享合作。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的企业在捷克增加投资，接近欧洲市场，我觉得这是很理所当然的，可以促成我们更多的企业跟捷克合作。návštěva Tajvanu má přesně tento cíl。我们访问台湾之行，主要目标就是这个。Podnikatelé sem přijeli, aby s tajvanskými podnikateli navázali potřebné kontakty a uzavřeli výhodné kontrakty。王美花表示，台湾无论伫咧资通讯还是精密机械产业等等，甲捷克拢有真密切的交流合作。尤其是捷克有真深的工业基础，包括鸿海富士康、华硕、富士等等，拢有伫咧捷克设公司，替当地创造17000个就业机会。捷克已经是台湾伫咧欧洲第4大的投资国，一年进出口的总额就超8亿美金。若是今年已经有3间台湾的企业确定要去捷克来投资。除了这个制造业之外，那对于一些金融业那我们也洽询了很多的一些行库，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捷克设立一些据点？那现在开始大概主要就是有公股的部分他们也希望在欧洲有一个这个营业的据点。因为疫情的关系，这届论坛除了采取全实名报名制以外，台湾甲捷克的座位嘛分开。甚至是伫咧会场饭店以内嘛，要分开电梯甲动线。CDC 阁事先派人来勘查动线安排，敢有符合标准。伫咧会场内底，除了每一个座位拢用透明的隔板来分开以外，
台湾甲捷克双方嘛，完全甲座位区分开。啊，若是参访团到台湾了后，随用专车送去住宿的旅馆，而且伫个旅馆有专人执行采检的作业，89个人拢是阴性。这嘛已经是第2届的采检，第1届是伫登机的3天前伫咧捷克采检，预计最近这几天会去做第3届。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今仔日甲中国军的报告书送到立法院去，国军也头摆证实讲，中国解放军逐天拢伫咧海峡中线西边的海面甲空域派因的海军甲空军进行巡逻任务。解放军也特别针对美军进行反制，就学者讲，中国解放军的部署就是要甲台海变作是内海化。台海军情继续升悬，国防部31将中共军力报告书送往立法院，其中国军头一摆证实，共军逐天拢将海峡中线以西海空域派遣海空军机舰进行巡航任务，同时针对美军提悬4颗围海峡巡航频率，共军加强反制力，实施防蓝避金、防击避早。李伟讲，今年拄着中国军改第1阶段检修年，最近一直有动作，也透露共军要将台海内海化意思。在海峡中线以西实战化，也就是以作战为目的的军演的验证也越来越多，这个都让我们担忧。共计2月8日了伫跨过海峡中线报告指出，伊来测试咱国防空警改造会未来地区咱国人权负担，加台海空防安全真大压力。东部战区当年6至9月进行岛岛定海演练，检验攻台作战计划，加上媒体报道扩大对台文武强悍。另外，咱国西南空域自6月开始，共计连续几天以任的方式拢伫咱国防空识别区。未来恐惊照着内华管理上台手段，互咱来空防负担。西南空域这里，可以连通到南边的巴士海峡，接着到菲律宾海。它不只是一个空权的概念，而且是海权的概念，特别是水下的一个潜舰。学者讲，西南海峡带动中共南部战区的军舰跨过第1岛链，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国军也证实，共计31伫咱国防空识别区西南角西，一度接近高雄外海，已经传停降降。美军一只驱逐舰，同一天扔过台海时间点，刚好伫捷克参议长访台时阵。美军一艘驱逐舰在今天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执行一般航行的任务，之后继续往南行驶。美南今年第9摆伫台海行使自由航行权，学者分析主要释放战略信息，反制共军伫4大海峡军演。中国智库讲，美军一只侦察机31为台湾西部海峡一只软过本岛飞往东部海峡，国军补贴是假消息。记者综合报道。食药署宣布讲，带条件核准高端疫苗这间公司会当进入到第1阶段人体试验，这也是台湾第3间进入到人体试验的疫苗公司，也是台湾头一支台美合作的武汉试验疫苗。研究人员甲试剂滴落去鸭巴底，再甲放落仪器进行检测试验。这是国内生技制药公司高端疫苗这间公司所研发的新冠病毒疫苗。经过国内审查专家会议的讨论，食药署宣布有条件核准第1期临床试验计划。这嘛是国内伫咧国共联压2大药厂了后，第3间摕到核准疫苗试验的公司。先核发给他这个有条件核准函的话，他可以先把这些受试者找来抽血，抽血看看是不是符合他们纳入的条件，因为这个试验的设计是在收20到50岁健康的一个受试者。食药署表示，高端的新冠疫苗是国内头一间甲美国卫生研究院 NIH 合作开发。这个疫苗已经伫咧国内进行200剂的表现系统生产制定，还有经验分析方法建立，而且这篇真侪项目共组织组合的鸟鼠的免疫完成试验，所落来会伫咧台病院进行第1期的临床试验计划，受案超45个人。不过这间公司爱甲部分技术性的资料保护者，而且经过卫福部的审查通过了，才会当实际注射伫咧受试者的身上。我们跟国外的合作，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技术的这个合作。那第二个呢，就是有关这个攻毒的这个合作啊。因为在台湾非人类的灵长类呢，那么事实上在台湾不但是动物有困难，那么各方面有困难。那这一块呢，我们也是跟 NIH 合作。第3个合作呢，我们在2期的时候呢，至少可以跟美国、泰国或者在1、2家的东南亚的国家可以做临床实验的探讨。
高端疫苗表示，预计9月中过了后，第当正式进入第1期的临床试验。等待其中的分析报告出来了后，第当刷落去做第2期。受试者除了台湾本地民众以外，嘛联合美国、泰国、越南等等较有疫情的国家来进行2笔临床试验。上计年底第当有100万剂正比疫苗，若是未来疫苗量产了后，嘛以咱台湾人优先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外籍移工若来到台湾了后，就要先居家检疫14天。不过，却发现讲有的中人或者是业者为着要省钱，颠倒走去别个县市住较俗的防疫旅馆。地方政府也为着本地公司所设想，也开始禁止外县市来申请防疫旅馆。移工入来台湾做工课，爱先居家检疫14天。若工厂用移工大部分袂敢若有1、2个，若是在地住宿费用有较悬。有一寡中人或者是头家人想要省钱，就去其他县市申请，等到予当地头家人找无检疫旅馆。收的案件里面，大概有1半的案件，其实在外县市工作的工朋友都到台中来做居家检疫。台中的在地的部署，其实他们要引进移工，他们其实找不到防疫旅馆，或者说防疫旅馆的价格会因为需求量大，会变成价格负担变得比较高。因为烦恼无法度负担检疫的需求，台中为8月中禁止外县市申请，若高雄市是7月中就禁止，因为因禁止进前收到的申请案有2/3拢唔是在地人。在搭配资源之前，我们也必须先满足我们在地的一个需求。当我们高雄市的能量有余裕的时候，有余量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来协助外地县市。但是在目前为止，可能我们在相关的资源搭配上面还是有我们的限制。县市政府有个人的考虑，劳动部顶一日发函，希望大家当互相合作到小经，嘛表示会持续甲地方沟通。居家检疫的地点是由雇主或者是中介公司自行去寻找的，那他们可能就会容易受到价格的因素的影响，会往中南部去走。那我想这个部分都会持续在跟县市政府再来做沟通。另外，劳动部门嘛发现讲，有一寡头家人想要省钱，用透天或者是高一栋的宿舍做居家检疫的场所。高雄市劳工局表示，申请普遍体检的时阵，敢若有较少个案有符合资格，大多数因为动线无符合条件，叫用替行。提醒头家人为着防疫安全，也是爱谨慎选择防疫场所。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改善交通安全问题，交通部甲警政署合作，对明仔载开始进行1个月路口安全执法，会针对着交通违规部分抓较严，也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客运车司机要正月去弄到过车路的人，骑倒摆的人看到雨地变化，加速通过路口，嘛去互汽车拄边弄到。还有2019年，一台轿车真假通过路口弄到当地过车路的查甫囡仔，送病医疗无救倒转来，交通事故一直发生。交通部甲警政署合作，拄9月初开始1个月路口安全大执法。该罚来罚啦，你行人你嘛爱罚啦，你行上班嘛是爱罚啦，你过马路快一点啦，对不？你不要多多散步啊，对吧？人家嘛，他几百，等下刮时间。汽车应该要让人行啊，人行走过的时候，汽车有看到，有些是故意他开得很快的，撞到人怎么办？有时候是行人太离谱，滑手机就不对。警政署统计，全国交通事故有逐年增加的趋势，其中6成发生伫咧路口。若是路口行人窒息的事故，伊无注意车前状况，汽机车像要过行人的斑马线。行人无照规定过车路是3大主因。若是车牌让人，行人违反路权违规行为激发事件，拄104年87万外件，108年增加到138万外件，事故增加超过50万件，今年前半年嘛要到78万件。车辆不停让行人，行经行川线不停让行人，跟行人违规的部分，我们都会来做一个执法取缔。若是执法要安怎认定？包括路口无人指挥的时阵，汽机车伫咧行人的斑马线顶过，需要离行人3公尺。伫咧3公尺以下会当处罚。若是经过行人的斑马线，无听指挥硬要通过，会当直接认定违规。路口若是无让行人，汽机车上悬会当罚3600块的罚款。毋过民众毋通叫是讲有绝对路权过车路的时阵，就伫遐耍手机啊，也是弄红灯。因为违规去用罚钱是小代志，严重的时阵可能会造成家己甲其他的人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昨昏伫新竹的南寮发生一阵风吹甲一个囡仔，架起离飞到半天悬的意外。主办单位表示，本地是要利用长高型的风吹，对半空中野糖啊落来，可能是清场的范围无够宽，才会电到囡仔。市政府也讲会追究主办单位的责任。
真侪民众拢欢喜咧放风吹，煞有一个3岁查某囡仔，雄雄去互风吹加起伫半天悬，飞伫空中飞到30秒，好佳在有豆豆啊飞落来，摔落涂骹只有切伤而已。现场真侪民众掠准拢是特技表演，发现代志严重才去解救。我有看到他其实是缠到腰的，可是风吹来的时候拉起来就从脖子上拉就上去了，差不多超过2层楼高以上哦。对。后来想说，不管怎么样，我当下一定就是想办法去接到他。新竹的南寮第30举办放风吹活动，本地是要利用登高型的风吹，伫半空中压糖啊落来，想袂到风吹拄起飞，煞雄雄大风吹过来，24米长的风吹尾溜，甲查某囡仔颠掉咧，飞一个半天悬。主办单位表示，放风吹时阵有先清场，可能是管制范围无够宽，才会发生意外。管制的范围不够大，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有工作人员在外面，都小朋友先围开在后面。那所以其实我们现场大概有20-30个那个维持秩序的人员。我们去检讨，在这个流程上是否出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哦？那我们未来会对于这一个施作的厂商。提出扣款跟罚款哦。这几年除了新竹，包括新北市桃园拢有举办风吹节，也因为大型的表演风吹重量较重、速度较紧，也比较较危险。放风吹地点拢经伫咧空旷的所在。这回新竹市发生意外，市政府表示会追究相关的责任，也会检讨活动的规划，防止意外再度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有一只中国渔船30透早伫桃园观音的外海，好亲像去互别国的货轮弄一个冰船，造成14个人跌落海，目前只有救到2个人。海巡署也随派船只去救人，军方也派直升机去协助。发现一艘疑似救生艇的漂浮物。海巡署30接到通报，一只中国籍万锦鱼05119号的渔船，疑似伫台湾西北边冰船，造成船顶14个人跌落海，下落不明。海巡署随派台北舰担任指挥舰，嘛出动淡水队、新竹队等一艦3艇去救人。国防部配合出动直升机伫现场敲找，另外8只中国籍的渔船嘛协助到救人。他们那个陆船，他们上面的小船啊。一直到搜救人员去试水的海域的时阵，有2个人先去互其他的渔船救起来，现场无发现其他跌落海的船员，敢若有一只变去的小艇伫咧海面浮浮沉沉。海巡署研判，变去的这只船透早伫咧桃园观音西北边34里的海域，挖进中国福建的平潭关。疑似去互非洲的赖比瑞亚籍的货轮弄入冰船，了后就随走去。台北人捌透过无线电要求因爱停船配合调查，不过对方自头至尾拢无回应。经查，闽船疑似遭赖比瑞亚籍货轮碰撞，该轮以12节速度朝东北航行。台北舰以无线电要求配合调查，但均无回应。中国小联所派出东海救116、中国海舰8001、8002等等的船加入搜救。两舰做伙合作，要找出村内12个失踪的船员。不过，搜救的行动持续几天了后，一直到31早起6点为止，也无相关的进展。海巡署目前也伫咧现场持续调派1舰2艇继续搜救。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受到风台美索的外围环流影响，今仔日甲明仔载雨水会比较较明显。中央气象局继续发布大水豪特报。另外，针对着台湾东方的海面，还佫一个普通的低气压，敢会变做风台咧，也佫要观察3-4天。未来24小时还是有逐渐增强的一个趋势，有机会来到强烈台风的一个等级。那相对于台湾较接近的时间是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上午这段时间。不过台风中心大概是距离台湾陆地还会有500公里左右，所以对于台湾的天气是不会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今明2天还是会受到梅沙台风外围的环流影响，在迎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是会有间歇性的阵雨，也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几率。伫咧台南有的所在会出现大雨或者是大水雨，伫基隆北海岸高滨地区以及到西部的山区有机会会落大雨，也因为风台美索的暴风圈有变大，今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是上界近晚台湾的时阵，不过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发布海上警报的几率无讲介悬，按算拜三风台就会离开台湾。顶礼拜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南的雨也是落甲真大，真侪民众开车会经过台86线，车路也受损真严重。公路局也随进行补车路搭凹的工程，3天内就补买到200个窟啊。
第86线车路路面是立一空一空，公路局第5永和处生化工务团人员并时咧赶工，赶紧要甲立落去的蚵囤起来。3工手续咧变200位，就惊保无好势，车驶过去会造成安全问题。让民众觉得不安全嘛，当然会害怕，因为一定会受伤嘛。对，这个要靠看他们施工的，要不要自己检讨啊？最近的因为天气热后又下雨，热胀冷缩的一个情况非常严重。所以基本上某一个局部会比较容易坑洞，那我们也是在了解中了。新化工务团表示，第86线是台南真重要的东西向公路，每天有10万的车流量在往回，使用量是真大，加上拢是重型车在驶，便若是小连续落雨，点仔加就较厚雨气，尤其是仁德区，顶礼拜3甲拜4累积的雨量超过300毫米。天气热，路边的温度悬，若拄到落雨，对车路影响是真大。目前上要紧的是先确保用路人的安全。大概在西行线里面比较严重一点，大概有100多啦。那东行线没有那个西行线那么严重，大概只有它占1/3左右的一个程度啦。第86线一旦出现落雨，就请报告机内厂商先用暂时性的点仔架南安本土冷料来保成应急。等天气较好咧，随甲路边切开拍饼完成抢修。养护单位嘛当地建议，未来要扣掉电控的工程新做法，另定契约，要求厂商伫咧2年的报告期内要做好巡查，随时甲落落去的空补起来，提升道路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伫白俄罗斯的民众不满总统卢卡申科伫总统大选的时阵用无正当的方式得到连任，民众也是连续4礼拜上街头抗议。不过卢卡申科唔但无爱甲反对派谈判，甚至当地媒体阁翕到讲，尚无有8台战车是开往市中心去。一台战车伫咧明斯克街路出现，互白俄罗斯的情势更较紧张。当地因为总统大选作弊所引起的示威潮，顶礼拜日进入第4周。伫总统卢卡申科强势压迫之下，反对派民众唔但逐礼拜拢上街路，顶礼拜日抗议的人数嘛达90万人。因为8月30日拄好是卢卡申科66岁生日，民众嘛用特别的方式来甲伊祝福，除了准备特殊的卡片来甲伊加，嘛大声喊讲鸟鼠生日快乐，来回击卢卡申科骂民众是一顶鸟鼠。啊，毋过民众爱面对的是恐怖警察。除了当地公调摆互民众入去，警方嘛出动便衣伫街路四界掠人，上无125个人去红掠。另外，当地媒体阁翕到上无8台战车驶入去市中心内底，情势向变甲真紧张。当地公调无法度入去，民众转换去总统府外口，而且要求要入去对话，啊，毋过叫总统的助理挡落来，而且阁甲示威的民众冤家。Вы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все, что вы делаете, это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роцесс, он всегда карается. И вы это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Вам говорят, давайте делать это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 Ну так давайте. 面对过来反对的声音，卢卡申科坚持选举无作弊，抗争是外部势力煽动，拒绝甲反对派来谈判。而且伫这时阵，外交部嘛以反对恐怖做理由，撤销包括 BBC、法新、美联社等等真侪国际媒体记者的采访证。另外，克里姆林宫嘛公开挺卢卡申科的态度。俄罗斯总统普廷唔但祝福卢卡申科生日快乐，佮邀请伊来访问俄罗斯。普廷顶礼拜嘛已经表示，若是有必要会提供卢卡申科军事协助。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意大利发生一站由英国卫家所赞助的民间救援船发生事故，一只船顶头有49位非法移民，因为这当中有人急需要送病院治疗，伫咧意大利南部的连佩杜萨岛上岸，不过也引起当地民众的抗议。Vogliamo soltanto che i clandestini tornino indietro, perché siamo stanchi! Lampedusa stasera ti c'è basta! 抗议民众提着放上头画出抗议的诉求，认为政府只是以人道为名，将问题等候地方去面对。时间等到当地29拜六，画面上这只甲帮客满了人，都是由英国艺术家班克斯制作的救援船米歇尔号。外电报道指出，容量无大的米歇尔号客了350名非法移民，大大超出这只船所以当承受的能力。
专员透过推特发出化球的信息，要求意大利和已经得到各种疾病49人会当上花接受治疗。也毋过，西西里的兰普杜萨岛民众认为不应该去接受任何非法移民，有民众无少着倒伫涂骹，想要阻止当局强迫因接受外来的非法移民。Stasera Lampedusa dice basta! Stasera Lampedusa dice basta! 另外，其他的非法移民有150人转移到由民间人道组织包组的海洋观察四湖。虽然目前留伫船顶的移民状况也算稳定，也毋过海洋观察四湖的工作人员指出，若果无外界的支援，因无法度长时间载着遮尔侪非法移民漂流伫海上。今年行地中海路线的非法移民已经超过4万人。联合国相关机构有统计，其中已经有443位难民失踪还是死亡。记者综合报道。巴西伫8月中，发生一桩10岁的查某囡仔去互亲情操打却有新的事件。本地是要带去病院做人工肉体手术，却互宗教人士甲政治团体阻碍。到底受人操打了后做人工肉体行为敢有合理呢？这款代志也引起众人议论。巴西总统波索纳洛的一个市长的支持者，交由派激进分子吉洛米尼违反儿童青少年保护条例，甲一个10岁化名做米尼娜的查某囡仔，甲伊真正的名，甲要做人工流产手术的时间地点，全部公布伫咧社群媒体，引起一阵反对摕囡仔的宗教人士甲政界人士。伫咧手术迄天，走去乐西非病院，想要走入去阻挡这个手术，遐那米尼娜甲伊的法定监护人，也就是伊的阿嬷，只好为后壁门入去。米尼娜讲，为6岁开始，就去互因亲阿叔性侵。有心了后，因阿嬷认为上好、上安全的做法，就是甲囡仔摕掉。这个案件爆出来了后，伫咧巴西这个真侪天主教信徒，而且福音教派成长真紧的国家，引起真大的争议。巴西公共健康部门做的统计显示，巴西一年平均有26000件10岁至14岁有新的案例。2008年以来，这个年龄的查某囡仔做人工流产手术的有32000件，也就是讲，巴西一天有6个13岁，甚至是年龄更较细的查某囡仔，甲囡仔摕掉，而且一天有6个互性侵了后的少女生囝。另外，妇女团体进一步指出，目前疫情要小袂退，民众关伫咧厝里的时间变较侪，未成年甲家庭暴力，还佫有性侵害的受害者数量是日头增加。不过，用伫咧遮的弱势妇女的医疗经费，却去由波索纳洛政府以疫情做理由减少真侪。Nós estamos aqui para reivindicar que esse aborto legal seja garantido. Infelizmente, durante a epidemia, nós sabemos que vai aumentar o número, e aumentou, né? O número de violência contra a mulher e também o número de abusos, porque as pessoas estão em casa, estão no mesmo local de moradia. E aí, o que acontece? A gente tem um aumento da violência, mas a gente tem uma diminuição dos centros de atendimento. A gente teve uma queda de pelo menos 45% dos hospitais que fazem aborto legal. 巴西法令规定，敢若有因为性侵有心，甲危害母体的健康，或者是胎儿有严重的缺陷，亲像是无脑症，这3种情形才允准进行人工流产。日本卫生部门佫针对性侵受害者人工流产办法公布新的规定，亲像是爱通报警方。还佫有医生爱知影一切经过详细的情形，若查到有无符合事实的，这个女性就会互起诉。另外，医疗人员还佫爱甲被害人讲伊会当透过超音波看到胚胎。记者综合报道。政府宣布要开放美国的猪肉、牛肉了后，国民党伫今早起就串联22县市的议会党团，分别伫早起10点的时阵开记者会，表示因要用自治条例规定猪肉袂当检出300种。抗议民进党政府放宽 VTV 牛，国民党串联全国22个县市议会党团10点公布召开记者会，宣示将透过电影自治条例规范猪肉袂当检出300种，更加批评中央无为咱国民众的健康监督。他们不要的，通通丢给我们。民进党政府还接受？民进党不是爱台湾呐，是害台湾呐。你就开一个记者会，就宣告了这个决定，好像全台湾的民众都应该要买单。你是谁啊？你是皇帝吗？我们现在是在威权时代吗？
亲自主持台东县议会党团记者会的党主席江启臣要求蔡英文总统到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也讲未来不排除号召民众行上街路抗议，也找来学者积极开放美的安全性，批评政府先宣布开放，才提供风险评估报告，线下记者会背。前总统马英九也有话要讲。两件事情，第一，总统郑重道歉；第二，延后开放时间。对国民党的大动作串联抗议，总统蔡英文31早起出席桃园一场宗教活动，并无加做回应。现在台湾能够迈入防疫新生活，大家可以参与各类的宗教活动，可以去观光、拼经济、拼振兴，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疫情还没完全结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当地宣布明年开放美猪美牛了后，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将在台湾时间3日暗9点举行台美时程研讨会。经济部长王美花将甲美国国务院亚太组钦斯达会会谈。咱国将在会中向美国表达签署台美双边贸易协定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未来会开放美国猪肉入来，就饲猪业者发热讲，这款影响会比口蹄疫更加严重，甚至有业者也讲，台湾的成本真悬，而且饲料也是爱甲美国进口，无法度接受政府一直对美国婆婆塌塌，却牺牲台湾的猪肉。有300种的美国猪肉就要进口来台湾，互台湾的猪农真烦恼，台湾猪肉的价格是完全无竞争力。到是像肉包、水饺等等食品加工业者，或者是餐厅、团体用餐等等，若是受到介绍的影响，可能就会改用美国猪肉。我们的成本都是高于在65块以上的，所以这个竞争力事实上就是会影响到整个猪农的生计。万一商人都是使用美猪的话，那国内的猪价一定会崩盘。而且我们在宜兰的话，成本价高的1-2块钱，所以说要跟美猪竞争啊，台湾真的没有竞争能力。这个美猪进来，它应该是比口蹄还惨。中华民国饲猪协会捌指出，台湾饲的猪1公斤的成本价是60块左右，不过美国猪肉进口的介绍1公斤成本是30块至40块，是俗的一半。是安怎台湾饲猪成本这么悬？婚林猪农分析，台湾的天气真热。较会去喂着病毒或者是细菌，这拢爱开成本来维持猪的健康。过来就是饲料，大部分拢爱甲美国进口，所以成本一定比人较悬。饲料全部都是进口的，我们没有一个玉米是台湾生产的，这个价格从他们美国带到台湾来就已经很贵了，还要加运费。我们就是只会去讨好别人。31宜兰甲婚林的猪农，拢去地方政府表达因的不满。猪农话嘛讲了真重，批评台湾甲美国婆婆塌塌，牺牲农民的权益。宜兰的猪农要求讲，若是未来猪肉面临着价格的挑战，政府应该要想办法保障价格，而且比较非洲猪这防疫的模式，做应变小组来解决美国猪肉进口产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切克参议院的院长来台湾头一场的公开演说，是31日下晡伫政大举行。伫演说当中，也讲到切克甲台湾伫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有淡薄亲像。虽然切克总统甲总理甚至是中国，拢无希望伊来访问台湾，不过伊本人也表示讲，访问台湾是一件正确的代志。维持防疫社交距离，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甲外交部長吳钊燮手握敲對碰第二。韦德奇來台第一場公開演講選喺政治大學舉行。V roce 1989 zachovali stejně statečně a sehráli obdobnou roli jako tajvanští studenti v březnu v roce 1990. 为民主化立场讲起，韦德奇指出台湾甲捷克的共同点，而且改革组织拢是学生，感谢少年人争取自由。另外，捷克总理甲总统拢无建议访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毅搁较讲，甲14億中國人民會敵。韦德奇回應，訪台是正確的代志。Českého senátu a i názor můj je takový, že v rámci parlamentní diplomacie je správné, když pojedeme na Tajvan. Ty důvody snad byly zřejmé z toho, co jsem tady říkal. Do jaké míry to ovlivní další život v České republice, protože si myslíme, že to je správný. A když budete dělat správné věci, tak
Krátkodobě se vám to může nevyplatit a dlouhodobě by se to vyplatit mělo. Může se stát, a s tím byste měli počítat, že už nebudete to vy, kdo bude sklízet plody. 捷克团访台唔拿政治层面的意义，好好认为在实质上对学术交流也有帮助。政大是台湾唯一一所大学跟捷克的教育部直接合作的，也是台湾唯一的大学有在教授捷克语的。大概有9位捷克的学生在这里读学位，他们会认识汉学，会认识亚太研究，会知道许许多多跟台湾甚至南岛相关的历史和文化。也就是说，我们会为他打开亚洲。这其实是一个实质上很大的一个鼓舞。这个语言在台湾是有机会去做一些除了比如说教学研究之外，更实务的应用这样子。本来要申请去，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现在就不能去。再想办法到那边工作或读书吧。有学生拄仔返来台湾，也有人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度前往捷克就学。政大是全台唯一甲捷克教育部合作的大学，双方当年拢有学生交流，未来搁较规划相连3年学位，希望会当借着捷克团访台效应，为台湾甲东欧的学术交流拍下基础。记者综合报道。日本首相也就是自民党的总裁安倍晋三，日前对外宣布讲要辞职了后，什么人要来接手，也引起众人的关心。根据着日本媒体报道，讲内阁官房长官关议委有党内前辈支持，比较有较赢面挂。为执政到在野，搁倒转来执政，自民党总裁选举会使讲拢有食破幕的参与。即个因为安倍晋三提前辞职，食破幕搁一个出来，并未互人感觉意外。根据 NHK 电视台的报道，自民党会甲党籍参众议员大会为9月13延到15，到时会选出党的领导人。也若在野阵营方面，当初由民主党分出来的立宪民主党、甲国民民主党等等的在野党，按算伫咧16正式成立新的政党。也若17个国会临时会会正面对决，选出新的内阁总理大臣，也就是首相。因为自民党基本上也是国会的多数党，当选总裁就等于是当选首相，所以即届总裁选举。拄开始会使讲是侪人竞争，不过伫咧几工了后，3个主要的竞争势力已经真明显。石破元幹事長は過去の総裁選挙で党員票がトップに立ったこともあるほか、世論の支持も高いとされます。岸田政務調査会長は前回は立候補を見送っただけに、今回は不退転の決意とみられ、安倍総理に一貫して主要なポストに起用され、信頼も厚くありました。菅官房長官は内閣の番頭役を務めたことで、政権の継続性に期待する声が出ていまして、二階幹長も立派な指導者などと高く評価しているんです。产經新聞甲時事通信社的報道指出，食破幕幾啊屆公開批評安倍的政策，伫咧黨內就敢若是政治的固照。雖然有過黨員票第一的記錄，不過即屆總裁選舉可能會以時間未符的理由來取消黨員投票，也就是由黨籍國會議員當場選出總裁，會使講是以制度封殺食破幕。総裁を決めるにあたって民主主義に戻るようなやり方をすることがあってはならない。也若原電文向帶領的派系紅地會，雖然人數有47個人，不過因別個黨內頭人並無順利。時事通信社的報道就指出，安倍長期擔任首相，在依次利益的前提之下，就算捌甲關議委無下的麻生太郎，攏傾向予伊支持。所以這段時間，差不多逐工攏出現在記者會頂懸的內閣發言人，會使講伊罷免會成做新的首相。記者綜合報道。文化部第2批紙本的藝放券按算要發600萬份，一份是600塊。對今仔早起開始會當去便利超商或者是官方網站登記，不過這也是有條件限制哦。若準是頭一批無抽到，而且是65歲以上、18歲以下，或者是身心障礙者，才會當去登記。登記的時間是到9月初6為止。甲健保卡插入去數不機操作，這個動作唔乃會當移過取驗，可以當登記紙本的藝放券。藝放券2.0從今天上午9點開始開放申請，民眾只要持健保卡就可以前往4大超商或者是官網來操作使用。因為第一波藝放券需要掠手機2體才會當登記，對網絡就製作困不利，所以新版使用是超商甲官方網站登記。若是第一波無抽到的人是65歲以上、18歲以下，或者是身心障礙的朋友，都會當申請。應該不會，為什麼？就覺得家裡長輩應該不會去注意這個。會啊，會想申請啊，只是就第一波忘記申請了。可能幫家裡面看有沒有長輩，或是……對，我會把長輩都申請起來。
新办的艺放馆会当申请到9月初6，符合资格的民众会当伫即礼拜早起9点到下午9点登记。文化部嘛伫9月初8公开推出60万的名额，而且伫初9开放领馆，使用的期限到明年2月底。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有民众号召证人来联署，希望台中客运会当甲高铁台中站到南投德山这条路线下尾班车时间改搁较晚咧。台中客运也表示讲，若准民众真正有需求，无的确会当调整车班。平常时下晡要为高铁台中站坐台中客运去南投德山的乘客是无几个人。为高铁站往德山的车帮，离峰时间2点钟一班，尖峰时间嘛要单点外钟。德山的民众表示，车帮伤少，若拄着拜五，路人小可去牵着，都袂负责9点的尾班车。时间要抓得很紧，然后如果错过就是真的没了。你自己的经验是错过了怎么办？错过就叫计程车啊。德山民众表示，要慢5分钟去到高铁台中站，车就安尼驶走。敢若会当改坐火车或者是其他路线的公车，为云林或者是彰化登去德山。一定想要改变现状的少年人，发起青人联署的活动，希望台中客运为高铁台中站发车的尾班车，车帮的时间会当较晚咧。很难回家到竹山的晚一点的班车，让竹山的子弟能够在周末回家。台中客运表示，为高铁台中站发车的尾班车，平常时坐的人数敢若10个以下，拜五才有机会坐到9成。若要延后车班到10点半有困难，主要是卡伫驾驶的卡手无够，佮加上这条路线的运量无稳定，要安排驾驶恐怕无遐简单。礼拜五会比较多耶，可是也没有还没有说到3班客满的一个状况。驾驶员工时的主要的原因呢，我从它的载客运量来讲，并不如说，我们还需要再加人力。客运业者表示，英国要配合偏乡，延后尾班车的车帮。不过，这个人敢若有3个至5个。若是德山的民众真正有需求，会评估申请变更路线，予台中转运站9点40分发车往德山的尾班车，增加停靠高铁台中站，予民众暗时10点进前拢有车通好坐。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新版本的工厂管理辅导法施行了后，环保团体就开始检举各县市新增加的农地违章工厂。不过检举的有超过150件，只有1件是家己拆掉的，其他照理来讲是爱甲因断水断电。不过环保团体也质疑讲，地方政府甲中央拢伫咧提责任，根本就无解决到问题。就是立隆公司，那立隆公司是我们那时候2017年所检举的工厂，那这是一个塑胶工厂。彰化县的环保团体用手机直播公布，因2017年就开始检举的农地违章工厂，迄当阵敢若是抑搁伫起，不过现主是已经大数据的正式营运。我们从立隆这件事看到，从一开始地方政府王惠美不想拆，然后前任的县长魏明国不想拆，然后到现在中央。因为地方政府不是还期待中央能够来处理，但是我们又看到中央又踢回去了，踢到地方政府，我们看到中央也不想拆。环保团体检举的违章工厂阁毋若一件，自从今年3月份新版的工厂管理辅导法开始了后，因伫咧各地累计检举超过150件，不过敢若一件家己拆掉，就算讲各县市客载人力不够是其中一个原因。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县市首长的态度绝对会去影响到执法的力头，阁有成效。新北市和台中市是目前2个做的在拆除上面有成绩的，为什么新北市做得到呢？简单来说，我们去访问过之后，新北市的督发单位拆除大队是跟我们说，最主要还是来自侯友宜市长的支持。那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经费和人力上面来看到这个支持。环保团体指出，尤其是彰化县新增加的违章工厂要加6000多间，桃园市新增加2700多间，但是根据经济部的统计，这两个县市拢无派人去拆除新起的违章。若是经济部嘛无代替断水断电，经济部的官员是回应讲，县市政府接到检举了后，有一定的行政流程要处理，所以未伫这个阶段就介入。不能一下子就结合到检举就把它断水断电了，那个程序不是这样。那所以就是说，后续的行政作大概会花多久的时间？花多少时间要看地方政府的人力物力啊。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即马这个阶段是工护法修正了后，拆除新起违建的黄金时期。若是地方甲中央记载因发电，
过来时间若是有到，未来所产生的问题会更较歹收煞。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东山区的武乐部落，一个砖头无够300个人，到打着34位村民着感死亡。有村民表示讲，这是手机信号的基地台所引起的。着立委也邀请业者来到这个砖头听民众建议。伫南乡山区的布洛座武乐村武乐部落，人口无够300人，也毋过有3座乡东通讯基地台，其中有2座在我近武乐国小，甲教室距离无够500公尺，学校老师真烦恼，对学童健康影响。那能够让这个健康的条件，或者是基地台的一个设置有一个更好的处理。无将基地台发射的电磁波对人体健康危害也无直接证据，也毋过武乐村反基地台自救会就用手话全村家户有人着感的地图讲，这20年来已经有34位村民着感死亡，也佫有20位伫治疗中，也毋过也有村民无认同甲基地台有关系。家里都有人，都是癌症，很奇怪。要把那个事情讲得那么严重，因为现在大家都需要手机嘛，对不对？你没有手机，你可以生活吗？立委陈椒华30日邀集 NCC 原民会甲林务局等有关单位，到武乐村听村民对基地台意见，伊建议基地台爱改回强固，并且土地爱管理部落甲学校。比较远离学校住宅，你尽量设远一点。那多高呢？就是30公尺。我觉得公园地是第一优先的。也毋过，居民也是真烦恼电磁波会影响健康。陈椒华要求政府爱进行电磁波流行病学调查，也要求环保署制定电磁波长期危害人体的监测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布袋戏内面的孙膑下山，一定真侪观众朋友捌看过。毋过孙膑娶亲，人敢捌看过咧？伫咧台中，就一个在地布袋戏团，甲剧团内面的古册戏中心编排，去到艺文中心做公演，咱也做伙来看卖。太师周记替后生避来大叫，甲孙膑抢亲，无意外煞互孙膑算计，赢回亚量完达。这出戏步数真短，机关算尽的过程是真紧张、真刺激，搁掺一寡笑亏，观众是看甲笑嗨嗨。台中木偶剧团去屯区艺文中心的实验剧场，搬这出孙膑娶亲，免费送票和观众来看戏。现在的灯光啊、环境啊，会更优秀。所以，我们把传统的文化布袋戏带进去剧场之后，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你要适应剧场的一种模式，然后你要把这个传统的布袋戏，然后如何的精致化。布袋戏两车赢的时阵，捌伫戏院演出，了后布袋戏太流行，为着要甲过去的阳光搁找倒转来，剧团摆古册爬加出孙膑娶亲，找乐师现场演奏，重新搁适应舞台电光等等的设备，感受现场演出的气氛，互规出戏的演出会当搁较顺利。走入剧院它那个欣赏环境比较好啦，大家也比较能专心欣赏这些有细节的地方。离开外台戏甲庙口，布袋戏来到室内表演厅，人讲酒逢知己饮，四向会人赢。即届先对免费送票开始，吸引观众入来戏院看戏。布袋戏翁仔嘛会当伫咧无共款的空间，搁再活起来，嘛互即个真重要的传统艺术文化继续传承，继续生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德山的丁路社区，因为瓦山有丰富的生态资源，特别是买野海数量特别多，社区也特别举办蝴蝶生态营，邀请专家来上课，互遮的民众更较熟悉家己故乡。伫野外时常会当看到美丽蝴蝶，但是却唔知即寡蝴蝶号做啥物名。经过老师的解说，互社区中者对蝴蝶有更较深入的认识。蝴蝶是不时咧看的，唔捌伊的名。即摆上课了后吼，也有公的，也有母的，有一种讲菜芽，一种讲做较大只，迄个做凤蝶。南投德山的丁湖社区因为瓦山有丰富的自然生态，社区为着互民众更加了解生态环境、生物的物种，特别举办蝴蝶生态营，邀请专家来上课。今日因为有学者、有老师来讲解，来解说，所以因就知影讲原来咱的社区的蝴蝶的种类是这么多。所以每一种蝴蝶对他们来讲，因住伫遮，但是细汉可能伫山区，也是种植伫山区，所以还好，也不会太陌生。他们也觉得蛮有感的，就好像就他生活附近的，更容易勾起他们对自然的情怀。
大自然就是上好的教材，老师毋忘透过课程，互大家更加了解家己所在这片土地，嘛重视保护生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6度。一个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的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这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主任。最近主任足无闲，爱传足济物件要去拜拜。咱今仔日要讲的是台湾重要的民俗活动，就是普渡。普渡汉字写作普渡，罗马字写作科奥普。多乌多，普第2条，渡第7条。普渡是一款祭拜鬼魂的民俗，有鬼月普渡加造就普渡。咱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鬼月普渡。在台湾，一般的人认为7月时会开鬼门，所有的孤魂野鬼拢会伫即阵放出来，爱传敬米，甲因拜拜。化解因的怨气，才袂伫人间难散来。这就是鬼月普渡。中原就是旧历的7月15，嘛会讲7月半。即天差不多，逐个所在拢会举办中原普渡，有公普甲私普2款。公普就是庙普，咱讲拜7月半，伫庙举办。私普除了同业，同家就是家庭伫门口拜拜，叫做拜门口。拜拜时，逐项敬米拢爱插一筒香，拜煞烧银纸，烧经衣，和好兄弟有食够量。通常拜好兄弟会伫暗道下骹放新的面盆底清水，边放纱文、面布。起面、起锅、热和好兄弟洗肠。7月时人讲有一寡代志唔通做，亲像唔通走去耍水。听讲水鬼伫7月会掠交替，台湾的海边常在有暗流，就爱洗哩哦。阁有唔通考试听讲考试会甲好兄弟考来。安尼，因就会来找你嘿。讲到中原普渡，我想到一句俗语：7月半唔知死活，
这句俗语是咧形容人行行酷酷，像7月半的鸭同款，唔知代志大条啊。溜、普渡、敬米、7月半、中原、苦时啊。7月半鸭，唔知死活。其实咱若存好心，甲好兄弟互相尊重。7月时啊，慢免伤紧张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